鼎泰豐一間喺北美洲最受歡迎嘅台式餐廳，自從佢哋喺2000年進入咗北美市場之後，佢哋就不斷擴充發展。今時今日喺美國有超過17間分店，而其中一間位於西雅圖嘅分店都好受我哋溫哥華人歡迎，所以有唔少人都會揸幾個鐘頭車落去西雅圖去食鼎泰豐。但係呢個情況就要結束啦，因為鼎泰豐今個星期喺溫哥華已經開咗第一間喺加拿大嘅分店。今日我就會帶大家去試食全加拿大第一間嘅鼎泰豐，睇下究竟佢哋嘅味道係唔係真係值呢個價錢。都會揸車落去美國同大家對比下兩個國家嘅分店究竟有啲咩分別呢？咁中意食小籠包同台灣嘢嘅大家就千祈唔好錯過今日條影片啦。都係嗰句，如果中意我拍呢類型飲飲食食影片，就記得 like 呢條片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支持一下，都要將條片分享俾身邊嘅朋友睇。先講下溫哥華間鼎泰豐嘅位置先，基本上你可以當佢開咗喺溫哥華嘅中環，一個比較高級嘅商業金融區 Alberni Street 附近除咗有寫字樓，都有唔少名店，好似勞力士同埋 Hermes。就咁睇間鋪頭嘅 location， 都感受到鼎泰豐係想將間餐廳嘅定位放喺比較高級嘅位置。當日我哋去嘅時候，都見到好多附近返工嘅 finance bro 着住西裝同埋 Patagonia 背心喺度食晏。我估鼎泰豐都想吸納多啲公司客戶，好似同 client 去食飯，又或者公司嘅 team lunch。所以我都預咗個價錢同喺亞洲食係唔可以比較。不過都要講，間餐廳開嘅位置其實都好方便，無論揸車定係搭天車都係好容易去到。我哋當日就係坐天車喺 Burrard 站落車，行幾分鐘就到。因為我哋去食嘅時候係第一個禮拜開始營業，餐廳淨係接受預訂嘅客人。啲職員都有同我哋講，遲啲就會俾人 walk in。雖然我哋有訂台，但去到門口都要等咗大約15分鐘先可以入去。等嘅時候同大家講下間餐廳嘅裝修先。如果大家喺香港同台灣食過鼎泰豐，行到入嚟應該會覺得好愕然，因為香港同台灣嘅裝修係比較平民化，而過咗嚟加拿大就變咗一間高級嘅餐廳。無論啲燈光、裝修、台凳嘅設計，同亞洲係完全兩回事。餐廳裡面嘅燈光係暗暗地，都同高級西餐廳一樣。門口嘅等候區係一間酒吧仔，俾人喺度等位嘅時候可以飲下酒，同埋焗佢哋使多啲錢。入到去餐廳都會聽到裡面係播緊啲好柔和嘅音樂。喺度都要睇一下，餐廳裡面嘅侍應同客人嘅比例都幾高，感覺到間餐廳都幾注重服務。全世界嘅鼎泰豐都一樣，都會有一個玻璃窗口可以俾啲客人睇啲工作人員喺度包小籠包。咁話晒佢哋最出名嘅鎮店之寶就係小籠包。另外，餐廳裡面都有一個半露天嘅用餐區，可能喺好天嘅時候就可以曬住太陽咁食嘢。去到我哋個位坐低之後，啲台凳唔可以話係好大，但係啲台同台中間都有啲距離，起碼會有少少私隱。不過整體嚟講我都覺得係坐得幾舒服，同埋都見到幾多卡位，咁所以一大班朋友過嚟食都應該係 OK 嘅。坐低咗，梗係要講下啲食物選擇。入到去登記之後，職員就會即刻俾張類似點心紙嘅嘢你，可以喺等位嘅時候已經開始揀定啲嘢食。咁我自己覺得啦，食物嘅選擇都算多。咁當然同香港、台灣嘅鼎泰豐係冇得比較。有啲我中意食嘅餸菜喺北美洲都係揾唔到，例如四喜蝦夫、醉雞同埋馬蘭頭。仲有一樣我諗係同亞洲最大嘅分別，就係呢度嘅飲品選擇係多好多，無論有酒精定係冇酒精嘅飲品都係。我估始終飲品嘅利潤係比較高，以我當日嘅觀察都發覺有幾多人喺度飲酒。喺亞洲我諗好少人都會去鼎泰豐嗰度飲酒啩。咁要講啲服務啦，咁我哋去嘅時候，因為食客嘅人數係超級多基本上都可以話係爆場。雖然有好多侍應，但我都感覺到佢哋係忙到甩碌，可能係新開張嘅關係啦。佢哋仲喺度熟習緊啲程序，不過大致上服務都係非常之好。例如見我杯水就嚟飲晒職員都好快會幫我去 refill， 同埋都會主動問我要唔要啲醬料，例如辣椒醬。咁要我喺雞蛋裡面挑骨頭嘅話出菜嘅速度如果可以快多少少就會更加好啦。咁整體嚟講我係覺得好唔錯。咁講下啲嘢食啦，我哋今次係嗌咗6個餸嘅，分別就係涼拌乾絲、蒜蓉炒四季豆、黑毛豬小籠包、排骨蛋炒飯、黑毛豬鍋貼同埋漏心芝麻包。咁先講一個涼拌乾絲，今次係我哋第一次食呢個涼菜，我覺得係幾有驚喜，尤其是而家係夏天，食落去涼浸浸幾開胃。廚師就將啲豆皮整到好似麵咁樣，食落去個口感都幾得意，而且個口味唔係好重。呢個餸2個人分個份量就啱啱好，但如果多幾個人去食，一人一啖就唔係好夠啦。第二個餸就係呢個蒜蓉炒四季豆，呢個餸係有少少失望，好嘅地方就係夠大碟同埋足料，不過我覺得個餸有少少唔係好夠味啊。雖然係食得出有好濃郁嘅蒜蓉香，咁但係係有啲唔夠鹹，令到四季豆嘅草青味出咗嚟。
同埋個四季豆啊煮得唔係好夠耐，食落去咧有少少生。調翻轉啦，上次喺美國食嘅蒜蓉炒 kale 反而咧就好唔錯。本身啊一個我以為淨係可以生食嘅蔬菜咧，都整到咁香口，而且咧都幾大碟下，呢個我真心推薦。之後啦就係鼎泰豐嘅鎮店之寶黑毛豬小籠包，呢度嘅豬肉小籠包係標榜用黑毛豬，真定假呢我就真係唔知啦。不過同全世界嘅鼎泰豐食到嘅小籠包都係一樣，都係新鮮即整，店員拎過嚟嘅時候咧係啱啱蒸好，所以咧係熱辣辣同埋好多汁，話唔好食咧都呃你嘅。我中意將個好熱嘅小籠包放喺啲醋嗰度浸一浸佢，等佢冇咁熱嘅時候咧就可以一啖食晒。唔知大家係咪用呢個方法食呢？歡迎喺留言嗰度講下。呢個排骨蛋炒飯基本上咧我哋去親鼎泰豐都一定會嗌嘅，咁所以啦都可以好肯定咁同大家講，個水準啊同我哋喺香港食到嘅其實係不相伯仲。有時候咧我覺得食鼎泰豐同食麥當勞係差唔多啊，每間鋪頭出嚟嘅味道啊都係非常接近。咁講個排骨先。個排骨咧，佢已經係幫你切好咗，而且係冇骨，食得真係好方便。我哋好中意佢嘅地方咧，就係個肉質好腍啊，配合埋個炒飯，加埋少少辣醬一齊食咧，真係幾爽。個炒飯咧都整得幾高質，食落去咧好有蛋香味，但係又唔會油得滯。食完個飯咧，隻碟都唔會有好多油喺度。呢個炒飯咧都幾推薦。本身咧我哋係想嗌紅油炒手，但係諗下咧都係試下新嘢啦。咁所以咧就嗌咗呢個黑毛豬鍋貼。可能係啱啱開張嘅關係啊，人手唔係好夠。呢個鍋貼啊，一張台咧只可以嗌一碟。同埋咧都要等15至20分鐘，因為要新鮮即整。今次啊都係我哋第一次喺鼎泰豐食鍋貼，係有啲驚喜嘅。無論啊個賣相同埋味道都係好好，裡面個餡咧係好新鮮，個皮咧都好脆，而且食落去咧係唔漏，配合埋佢嗰個甜甜啲嘅醬咧，個味道都幾特別。同埋個鍋貼啊係爆汁啊，噴落成件衫都係。咁建議大家嚟咧都可以試下呢個餸，不過食嘅時候咧就要小心啲啦。最後嘅甜品咧就係 Sophia 揀咗嘅流心芝麻包。老實講，我自己對於呢啲甜品咧唔係超級中意，可食可唔食都得。咁聽下 Sophia 講啦，佢覺得啊個芝麻包相當唔錯，唔單止個皮咧係好軟熟，而且裡面嘅芝麻餡都係好多，一搣開就好香嘅芝麻味散出嚟。咁其實我哋之前喺美國咧都食過同一樣嘅芝麻包，質素咧都係差唔多。喺呢度咧，我都要讚下鼎泰豐，因為睇得出咧，佢哋係有用心設計過加拿大呢邊嘅餐單。我觀察到啊，大部分嘅食物咧都係冇骨嘅。咁大家試想像下啦，如果呢度嘅公司啊同 client 咧去食鼎泰豐，結果食到咧係要掠骨，咁樣啊成個 lunch meeting 就會搞到好尷尬。我覺得鼎泰豐總公司係有調整過啲嘢食，去滿足翻北美市場呢邊嘅需求。就算食排骨飯，排骨咧都係啖啖肉，唔會有骨，而且啊所有食物都整到好 shareable， 要同人哋分享咧都係好方便。差唔多都要講下大家好關心嘅價錢。我哋食咗6樣嘢，賣單咧都要110幾蚊。咁對比起香港嘅鼎泰豐嚟講咧，真係貴唔少。除咗要俾稅同埋 tips 之外，的確啊呢度嘅嘢食嘅定價比起亞洲咧係高唔少嘅。例如香港嘅豬肉小籠包一籠咧係70蚊港紙，加拿大啊就要19個半加紙，同埋要俾 tips 同埋稅。冇計㗎啦，物離鄉貴，而且間餐廳啊將自己定位擺喺高檔路線，始終目標嘅客人唔同，所以好難直接比較。而家講下美國同加拿大嘅鼎泰豐有啲咩分別？我哋食完之後可以講係完全冇分別。老實講，呢邊嘅鼎泰豐係已經完全西化咗，感覺上就好似北美一間高級連鎖中餐廳 PF Chang's 一樣。我覺得咧鼎泰豐嘅經營模式有啲似呢間餐廳，喺餐飲嘅文化上已經融入咗西方特色，但係鼎泰豐嘅餸菜啊仍然係好努力咁保留翻台式口味。咁對比起美國嘅鼎泰豐，基本上兩個國家嘅 menu， 無論小籠包、雲吞、麵菜同埋炒飯，大致上都係一模一樣，除咗鋪頭 logo 之外。咁所以大家唔使擔心喺美國食到嘅嘢喺加拿大嘅分店會食唔到。好老實咁講，加拿大同美國兩邊嘅鼎泰豐，無論食物同埋體驗上分別真係唔大。唯一可以講下嘅就係，我哋當時咧去美國嘅西雅圖嗰邊食，冇記錯係平日嘅星期五晏晝嘅時間，唔係啲咩特別嘅長假期。間餐廳都係非常之多人，我哋就咁行入去啊，都要等咗1個鐘先至有得食。而且啊，去鼎泰豐食嘢係乜人都有，亞洲人、白人、黑人、講西班牙文嘅都有，真係唔使擔心佢哋冇生意。好啦，又差唔多要講下我哋今次去鼎泰豐嘅飯後感想。我都聽過唔少人話加拿大同美國嘅鼎泰豐係呃錢，因為喺亞洲地區食啊個價錢係唔需要咁貴。咁但係我又覺得唔可以咁樣比較，始終咧喺唔同嘅國家間餐廳嘅定位都有少少唔同。香港同台灣嘅定位係比較偏向平民同埋日常嘅飯堂，喺西方嘅國家嘅定位咧就係行高檔嘅路線，平時會同另一半出去 date， 又或者係公司會帶個客出去食嗰類型嘅餐廳。如果你喺亞洲住，食開平民版嘅鼎泰豐，再喺北美再食咧，一定會覺得貴同埋唔係咁值得。不過假如你喺美國同加拿大呢邊土生土長，喺唔使出國嘅情況之下，都可以食到啲咁正宗嘅台式餐廳，以佢哋嘅角度嚟講就係值得。都要講多一次啦，間餐廳除咗賣嘢食之外咧，環境同埋服務都係兩回事，所以好難直接比較。
咁當然，如果齋講食物係同亞洲冇分別，因為鼎泰豐都已經企業化，唔少配料同埋食物其實都係半預製菜，咁所以啲口味咧都係好接近。的確個價錢咧係唔算平，不過口痕間中食一次半次都 OK 啦。最後都要講下，如果你住喺溫哥華又中意食鼎泰豐嘅話，我覺得以後都唔需要再落去美國食，因為個 menu 其實基本上咧係冇分別，而且個價錢甚至比起美國都要平少少。就好似小籠包咁，喺西雅圖食咧要美金16個半一籠，圍翻條數就係加至差唔多23蚊。而喺溫哥華鋪嘅小籠包就係賣19個半一籠，大家都可以見到價錢嘅分別，同埋淨係唔需要揸幾個鐘頭車落去美國，仲要慳翻啲油錢同埋時間，條數已經襟計好多。咁假如真係落美國西雅圖食其他美國獨有嘅餐廳仲好啦，就好似 Chick-fil-A。唔知住喺溫哥華嘅觀眾會唔會想去試下呢間鼎泰豐呢？歡迎喺留言嗰度講下。好啦，今日條片去到差唔多，都係嗰句，如果中意條片咧就記得俾個 like 條片，同埋記得訂閱我哋頻道支持一下啦。咁我哋下條影片再見，拜拜。